新竹的動保團體最近是發現有人佇咧網絡呢，以一隻1萬塊的價數咧賣這個台灣猴。動保志工是假做這民眾去甲接觸，向這個姓簡的嫌犯呢，約講要來甲買，結果過程當中嫌犯若像發覺是互人拐去啊，所以隨賽車想要逃走，尾啊，互這個警方甲動保團體60公里外，才總算抓到這個嫌犯。大大蕊的目睭看起來模樣真古錐，這隻高山啊，就是互細感的嫌犯放佇網絡拍賣的商品。趁嫌犯等紅燈趕緊衝去頭前，大聲喊車頂的人落車，才順利抓到人。新竹縣動保團體進前發現，有人以一隻1萬塊的價數佇網絡頂面賣台灣高山啊，隨假影買約見面，也通知警方到現場抓人。協會的志工上網去得知這個事情，然後來告知我們那個議員的服務處這邊對方開價一支就是1萬塊錢。那後來經由三民派出所這邊圍捕都有順利的就把它圍捕下來。相關單位指出，雖然台灣高山在2019年已經改做一般類的野生動物，不過同款袂當掠，也袂當飼，更加袂當買賣。沒有經過許可飼養野生動物，將觸犯野生動物保育法以及動保法。在這邊呼籲民眾切勿任意飼養野生動物。台灣獼猴這類的野生動物，潛藏人畜共通傳染病的風險。農業處表示，按照野生動物保護法規定，民眾私底下買賣台灣高山啊，相關會罰30萬。目前專案已經移送地檢署偵辦。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。